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模型玩具情報室啊！我係爆機啊！今次咧同大家咧介紹下呢隻海洋堂新出嘅進擊的巨人艾倫啊，主角艾倫變身後嘅玩具。好啦，不如好似上次開箱片咁樣，一路睇開箱，一路聽古仔啊！今次我就係要講進擊的巨人男主角艾倫呢個男仔，我哋準備好未？嚟啦！艾倫耶加係日本漫畫及動畫《進擊的巨人》中嘅主角啊！艾倫佢係一個意志堅定、情感激烈而且充滿矛盾嘅角色啊！佢嘅背景同埋經歷咧，隨住故事嘅推進咧，逐漸展開啊，展現出深刻嘅成長同埋轉變。咁我哋呢一集咧就一路開箱睇下呢件玩具之餘，我哋都睇下艾倫佢嘅背景、性格同埋個故事中重要嘅經歷啊！艾倫出身於咧帕拉迪島嘅希江希臘區，故事時間咧係大約咧喺845年，佢嘅父母咧係卡路拉耶格同埋格利沙耶格。艾倫嘅童年咧，似乎咧就好似好平凡啦，但係佢嘅生活咧就因為巨人嘅存在啊而充滿陰影。帕拉迪島被巨大嘅城牆咧，包括瑪利亞、羅塞同埋希拿所保護嘅。咁居民佢哋咧長期咧生活喺咧對牆外巨人嘅恐懼之中。艾倫嘅母親咧卡路拉咧係一個溫柔嘅家庭主婦，而艾倫嘅父親咧格利莎咧就係一名醫生嚟嘅，表面上面咧好似過住普通嘅生活，但實際上就隱藏住巨大嘅秘密。原來咧艾倫嘅父親咧格利莎係嚟自馬來嘅，係艾爾迪亞復權派嘅成員嚟嘅。而且咧，佢係繼承咗進擊的巨人同埋始祖巨人嘅力量，佢嘅過去同埋使命對艾倫嘅命運產生咗好深遠嘅影響啊！艾倫嘅性格咧，可以用熱血、固執同埋追求自由嚟概括嘅。佢從小咧就展現出咧對自由嘅強烈渴望。而且艾倫咧係冇辦法咧忍受咗牆壁嘅束縛生活，佢對巨人嘅仇恨咧源自於佢童年嗰陣時目睹母親啊被巨人吞噬嘅悲劇啊！呢一件事成為咗佢人生之中最核心嘅驅動力。早期年幼嘅艾倫咧衝動咧，而且係富有正義感啊！佢曾經為咗保護朋友米卡莎阿克曼而殺死槍匪，顯示出咧佢果斷而且冷酷嘅一面啊！隨住故事嘅發展，艾倫嘅理想主義逐漸被現實殘酷所磨蝕啊！佢開始質疑自己、人哋同埋呢個世界嘅真相，內心咧充滿咗掙扎。艾倫咧喺後期咧得知咧自己嘅身世同埋世界嘅真相之後咧，艾倫咧變得咧冷酷同埋決絕，甚至咧不惜犧牲無數嘅生命啊，嚟實現佢所認為嘅自由。艾倫嘅經歷咧可以分為幾個關鍵嘅階段啊，呢啲階段咧不單止咧塑造咗佢嘅性格，亦都推動咗成個故事嘅發展。我講第一個重要嘅階段先，艾倫咧嘅生活咧喺超大型巨人踢爛咗瑪利亞之牆嗰一刻咧，徹底改變啦！巨人咧湧入咗希江希臘區，艾倫咧親眼見到咧媽媽咧卡路拉咧被一隻巨人食咗啊！呢一幕咧成為佢咧對巨人咧無盡嘅仇恨嘅根源。而佢咧同兩個好好嘅朋友咧米卡莎同埋亞爾敏咧一齊咧被漢尼斯救出啊！隨後咧成為咗難民，逃往咗塞瑟之牆之內啊！隨後艾倫同埋兩個朋友咧加入咗訓練兵團啊，為咗咧復仇啦，同埋奪回佢嘅自由啊！艾倫咧加入咗第104期嘅訓練兵團。
而且咧喺呢個團裏面咧，佢結識咗好多嘅重要角色啊，例如咧基曼希斯坦啦、沙夏布魯斯啦等等嘅朋友。雖然艾倫嘅格鬥技巧唔算頂尖啊，但係佢嘅意志力同埋決心咧，令到佢訓練之中脫穎而出啊。第二個重要嘅階段呢，係發現咗巨人嘅能力。喺托洛斯特區保衛戰之中，艾倫呢俾一隻巨人吞噬，但隨後以巨人嘅形態出現，震驚咗所有嘅人啊！佢繼承咗父親嘅進擊的巨人之力，能夠變身成為15米高嘅巨人，並且擁有咗超強嘅再生能力同埋戰鬥力。呢一個發現呢，令到佢成為人類對抗巨人嘅希望，但係亦都引嚟咗懷疑同埋敵意啊！艾倫喺故事第3個重要嘅階段，就係艾倫加入咗調查兵團，佢呢同利威爾艾爾文呢並肩作戰，參與咗多次嘅關鍵戰役，例如奪回瑪利亞之牆嘅行動啦。喺父親留下地下室之中，艾倫得知咗世界嘅真相。帕拉迪島嘅居民係艾爾迪亞人，被馬來人視為惡魔。原來呢巨人之力呢係源自始祖尤尼爾啊，而艾倫嘅爸爸呢將始祖巨人同埋進擊的巨人呢傳咗俾艾倫。最後嘅重要階段就係艾倫內心嘅轉變同埋地名啊。艾倫得知馬來咧對艾爾迪亞人嘅壓迫之後啦，艾倫嘅目標咧從單純消滅巨人咧轉變為保護帕拉迪島啊！艾倫甚至咧不惜咧摧毀牆外嘅世界，去潛入馬來計劃襲擊，並且咧最終咧啟動咗佢最後嘅絕招地名。艾倫發出地名其中一個能力就係喚醒牆內嘅超大型巨人，佢利用巨人咧發動咗咧對全世界毀滅性嘅進攻。喺進擊的巨人咧最終結局裏面咧，艾倫咧真正嘅意圖顯露咗啊！其實咧，艾倫希望通過地名呢個絕招咧，令到朋友佢哋咧成為阻止佢嘅英雄啊！從而咧結束咧巨人之力嘅詛咒啊！最後米卡莎含淚斬殺艾倫，終結咗咧艾倫嘅一生啊！艾倫死咗之後，巨人之力咧從世界上面消失，佢嘅犧牲咧換嚟咧帕拉迪島嘅短暫和平啊！但係咧亦留下咧無盡嘅遺憾同埋反思啊！喺對我嚟講，進擊的巨人呢個故事咧，可以咧晉身咧我自己心目中咧10大嘅動漫之一啊！故事之中啊，亦都係好細緻咁樣描寫咗艾倫嗰個轉變啊！而且咧，故事咧亦都係非常之令人哋反思啊！例如喺政治上面啦、戰爭方面啦，都係好令人哋值得去思考一下嘅。咁最後咧，我都係想講下咧呢一隻海洋堂出品嘅玩具啊，佢可動性咧真係超級一流啊，可以擺出咧超誇張嘅姿勢啊。咁咧，其實我對呢一隻嘅玩具咧評分咧大約咧就10分滿分有8分嘅。如果作為故事嘅 fans 咧，我覺得咧就一定要入咗佢啦。而且咧，海洋堂咧嚟緊咧，亦都會出2隻嘅巨人嘅。至於係邊2隻巨人呢？記得大家留意爆機玩具情報呢個節目啦。好啦，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完畢啦。簡單再講下我呢個頻道先。我呢個頻道咧，除咗會整一啲開箱嘅評測同埋講動漫嘅故事之外咧，亦都咧會咧提供一啲預告啊，就係嚟緊未來將會出啲咩玩具模型啊！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 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